始伫花莲阿美族的 Kulas，2018年接任行政院的发言人，佮伫公布认定的即天，倒去故乡陪伴族人，展现出伊亲民的一面。 当时的 Kulas 为记者主报告民进党的发言人，2018年7月份提早卸任立委，担任行政院头一个原住民的发言人。伫个2020年接下总统府的发言人 ，Kulas 政治的这条路一直替原住民的权益来打拼，佮精通国语、台语、原住民佮客语4种的语言。 2022年 ，Kulas 登去到故乡，投入花莲县长的选举。不管它是公车、小公车，甚至于是类 Uber 的系统，我们必须要打造一个生活的花莲，而不只是观光的花莲。关心花莲当地交通建设等等产业的发展，对各项计划拢真了解。虽然摒输花莲县长徐真伟，严格伫原住民的选区嘛提下真好的成绩。2024未少人拢希望 Kulas 会当继续伫花莲投入地方的选举。严格根据中华民国的法律，要参选区域的立委，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放弃伊原住民的身份。对伊来讲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我们是原住民的孩子，骄傲的原住民的孩子。伫政治这条路以饮水思源，只是如今陷入不伦乱的风波，为权益出声的路嘛，因为安尼来滑停。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